玉歷寶鈔的故事。第1章，觀世音菩薩。玉歷寶鈔係一本講述乜嘢情況，係要去地獄受苦記因果古仔。除咗殺人之外，我哋記起心動念都會影響我哋，記前程警惕我哋唔好咁蠢。為咗短短幾十年受酒色財氣名利恩愛所綁，自私自利，做人要有公心。如果唔係冇咗人生，先至係真正記萬劫大難記開始。難得有緣大家遇到呢本咁好記書，包括我自己，希望大家一齊好好把握人生，改邪歸正，修心養好得勝，人人能享受真正記自由自在，堅持正道，成聖人，百年歸老，上天庭。土地公與城隍爺，賞善施與罰惡施。白無常與黑無常，查察司與省臣。判官與鬼王，牛頭與馬面。日遊巡與夜遊巡，東嶽大帝。轉輪王，淡痴尊者，親自入酆都，蒙受諸聖仙佛抄傳玉歷寶鈔，轉授弟子，切勿迷惑世人，廣行善事，警世。第1章，玉歷的緣起與由來。教化幽冥世界眾生的地藏王菩薩，在他聖誕的那天，十殿閻王和其他陰間的神明都來合掌向他參拜問候。地藏王菩薩慈悲地說：我本住慈悲的願力，要來救度淪落此道的眾生，奈何世間的人總是行善的太少，作惡的多。這個去了，那個來，救度無有了期。各位應利用任何好方法，使世人深信因果，懺悔罪行，停止所有的惡念惡行，盡力行諸善事，改心修向正道，才能逐漸離開生死輪迴。一方面息止地獄的業因，另一方面使陰間的眾生借住子孫後代所作的功德，很快得到超升。當時十殿閻王恭敬合掌，同聲回答說：考察世人善少惡多的原因，不外乎由於邪惡而見之故。邪見就是以為人死之後便一切毀滅，執着斷滅的見解，或者誤解人永遠出生為人，畜生永遠出生為畜生的常見。因此有的人盡情地自私自利，無所忌憚地行惡，有的人則把其他眾生當作自然的犧牲品，造成弱肉強食、殘殺爭奪的種種惡因惡果。即係話，大家唔好以為豬狗牛羊天上飛地上爬海裏遊記都係為阻死俾人食而生存，佢哋有佢哋嘅因果報應，我哋何必去參加埋一份呢？鴛鴦相報何時了？我哋唔應該弱肉強食。去超市買包肉嘅時候，不妨諗下包肉係點嚟。好多影片睇到佢哋死前點解要流眼淚呢？螻蟻尚且偷生，何必為咗一飽自己口腹之欲而間接令佢哋死呢？乜嘢叫供求關係呢？世界上好多人食齋一樣咁過，醫院食齋嘅人多定係食肉呢？有錢佬係咪唔使病呢？翻嚟十殿閻王話：惡見的人則為了隨順自己欺昧良心天理的偏私行為，宣導許多邪說。有的人則教人盜竊邪淫，或否認因果鬼神，引導人進入邪非之境，阻止人進入良善之地，造成共業的大災難。現在預定將地獄道中種種惡處，借住有德行的人引導他進入陰間，作實地的觀察記載下來，完成玉歷寶鈔一書，回到陽間廣泛傳播，普遍地勸化世人。假如有知道過錯，誠心懺悔，永不再犯，力行向善的人，准予從寬量罪，減少刑罰，或功過相抵，免予罪刑。假如有兼善天下、推廣教化的人，即使曾犯
惡行，也將因洗心改過而化解前罪。若仍如有善功，自然很快地獲得福報。若進一步能皈依恭敬佛法僧三寶，精進勤勞地修持，則每日24小時中，護法善神必持家護佑，諸佛菩薩亦必持護其心。在世時，一切禍害不侵犯，正心守念，行語定區，壽終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地藏王菩薩說：果能如此，善哉善哉。8月初3日，十殿閻王與所有的神明，又將所遇好的咒語奏呈玉皇大帝。玉帝說：太好了，太好了！往後所有的神明監察世人，假如有人發誓願意向善，在生時懺悔，改過一件過錯，能夠不再觸犯，准予贖去2個罪刑。假如懺悔改過，盡力實行，達5件之多，所有的罪刑一概赦免。男子必定投生福德之地，婦女可以轉為男生。如若改過的過錯超過5件的話，同時准其替祖先修福，超度眷屬的亡靈，脫離苦惱。趕快將所奏的各條方法編算記載於玉曆，通行下界的城隍神、土地神、門神、灶神、眾鬼等知道，令遵守此旨，全部皆應恭謹敬畏地奉行。待續。多謝大家，請大家幫我點讚同埋訂閱，鼓勵我做更多影片俾大家睇。多謝。